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！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。我们呢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，我们要带着开放的心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请跟着我一起拍手。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君王，阿们。我们要一起来唱，将天敞开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天上地下，天上地下。大声的来敬拜赞美你，因为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你的荣耀就要降下来，阿们。一起来唱，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跟着我一起拍手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天上地下，天上地下，何以敬拜？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。天上地下，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天上地下，天上地下，何以敬拜？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。天上地下，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我要大声的来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阿们。早晨夜晚，早晨夜晚，听你声音，敬拜你歌，唱给你听，无论的事，我不的事，我要敬拜，我要敬拜。大声敬拜，跟着我一起拍手。哦，自由跳舞，宣告你是我的最爱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，你同在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，阿们。一起来宣告：早晨夜晚，早晨夜晚，听你声音，敬拜你歌，唱给你听，无论的事，我不的事，我要敬拜，我要敬拜。准备好了吗？大声敬拜，自由跳舞，宣告你是我的最爱，我的喜乐，我的拯救，
生一世离不开，你同在呀！大声敬拜，大声敬拜，哦，自由跳舞，哦，宣告你是我的最爱，我的诗歌，哦，我的拯救，哦，一生一世离不开，你同在呀，一起宣告，你同在。请拍手。主啊，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歌颂你，求主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耶稣，赞美你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力大声的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永远的最爱。主啊，我们不只是要用生命来敬拜你，我们更渴望用生命来敬拜你。我们要对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照你的话而行。让我们敞开心，全心回应主，开口对主宣告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将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。将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将你的话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因你的灵与我同行。你话语的能力，如今充满在我心，是我心的坚定。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因你的灵与我同行。你话语的能力，如今充满在我心，是我
主啊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在你的话语中，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。在你的呼召里，我们知道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无论你呼召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愿意回应你。在你所呼召我们的地方，我们仍然要敬拜你。主温柔的生命，让我全心感受，渗透我的生命，赐下平静和安心，你是我心的满足。真理，你荣光照向我，包围我的身体，赐下平静和安息，让我感受你的爱，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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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里献上敬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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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要扬声歌唱，因为主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
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，特别要为正在苦难中的朋友来祷告。你看见他们的眼泪，也明白他们心中的重担。你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啊，愿他们现在就经历你的安慰与平安。虽然环境可能艰难，但你的爱永不改变。求你给他们刚强的心，使他们能够在试炼中仍然开口敬拜。恳求主与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同在，恩膏彭牧师的口，使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的帮助、教导以及提醒。我们祷告不完全，让我们同声开口，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开口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